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你渴慕来参加祷告会吗？你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讲说：“我真渴慕。”然后再加一句：“是真的。”再加一句：“不是假的。”其实我们瑞祥牧师他唱的跟讲的一样好听。感谢主，我们教会祷告会，我们不同的牧者，不管在带领敬拜或分享信息当中，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有灵性、有悟性。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用灵性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同样的敬拜也一样，我们要灵性敬拜，也要悟性敬拜。不论如何，如同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思想主宝贵的救恩，特别复活即将来临，那我们怎么样来感谢神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透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工作，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会，我们来思想主，效法主，更是在刚刚最后这首诗歌当中，让赞美之泉因着神的爱和恩典从我们心中能够涌流出来。也在今天祷告会当中，求天父的爱它充满下来，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领受他的大爱，领受他的恩典，将我们所有一切的祷告来带到他的面前，也能够得蒙主能够垂听应允成就。那今天祷告会，我跟弟兄姐妹在祷告之前，我们有一段思想神的话语。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我们是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华安堂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志。那刚好感谢主，我们这个月底3月29号，我们教会一年一年几次3次的一个敬礼今年的第一次敬礼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带领的一些福音的朋友家人他们在慕道的过程当中在这一次里面有一些人已经报名要参加今年第一次的敬礼。那其中有一位呢那他前2个礼拜跟牧师说因为他的女儿呢去年在暑假的时候在教会受浸之后，他非常的渴望家人信主。那个姐妹为什么信主呢？我们有一位姐妹去到她的她工作的地方她在百货公司上班。那我们的姐妹呢去成为她的消费者在消费者当中呢帮她让她更美丽就对了啦。然后就有时间去聊天然后我们的这位姐妹慢慢的就邀请这一位在百货公司上班的姐妹呢希望能够让她听闻福音之后，希望她能够信耶稣。感谢主呢，她终于在我们这位姐妹爱心的这样的一个关顾当中让她工作有业绩，也听到了福音她终于来到我们教会也去到了祝道会参加祝道会生活。可是他应该百货公司上班，他没有办法固定在那个时段。可是他多么渴慕，他排班能够排礼拜天，也能够排周间的某一天。我不要讲哪一天了，不然就知道哪一个祝道会他就很盼望他能够排休假能够排要么能够参加主日，要么能够参加这个祝道会。当然是每个礼拜都能够最好，可是总是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可是他多么渴慕他能够常常来主的教会聚会。这个初信主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是这样子那可是他还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切盼，因为他们家都没有信主，他们家就一家3口当然另外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他心中就开始有一个盼望。他盼望他能够带领爸爸妈妈也同来认识这个福音，接受这个福音。因为他们家是一个传统家庭，所以其实不是心想事成了可是他有这样一个渴望，所以呢常常鼓励爸爸妈妈来教会。两老呢总是你信你也我赢了类似这样子那总是他就是放在祷告里面，也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就放在这个心中。终于他去年受浸之后去年的下半年，那他7月受洗嘛，到了下半年我也忘记几月几号了终于他妈妈出现在教会的崇拜当中了。那第一次来教会什么也都不知道可是
当然我们就去款待他，也不知道第2礼拜会不会来，哦，那他女儿没有上班，他会不会来？结果呢，感谢主，哦，他应该从来之后到现在，不多没来了哈。那他女儿不在，没有来，没有休假的时候呢，我跟他讲的那一位带他女儿的那位姐妹也会陪这个妈妈呢一起来做礼拜。感谢主啊，他终于就来了之后，没有这样昙花一现，然后就开始在教会做礼拜之后，我们也去跟他分享福音，然后他就讲说他们家拜什么的先生不信怎么样，根本就没有预备要信耶稣，可是因为来到教会里面感受到弟兄姐妹真的是有爱。那有人说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毕业啦，年轻啦，好像说可以去闯天下，可是闯了鼻青脸肿总而言之，就有一句话就是，这个是这个社会上尔虞我诈，真的是你如果没有比人家更尔虞我诈的话，你可能很难有成就啊。可是来到教会，我以前也是一样，去到教会之后感受到，这一群人好像就给神那样哈，怎么大家都这么有爱心呐哈？但是呢，真的其实多么渴望真实有这样的一个人哦。当然，我们后来信主久了，也知道我们教会里面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仍然是罪人哦。我们如果没有披戴耶稣基督，我们可能就是还是会老样子会跑出来，原形会毕露。那我刚才讲说，这位姐妹她终于就留下来之后，我们鼓励她，要不要来上真理入门班？那她就愿意那我们就慢慢带她。他现在已经上到第9课，前2个礼拜，因为之前几个月前去他家拜访，因为他女儿说希望牧师可以把福音告诉爸爸，他不来教会，他不来我们去嘛那就去了可是那一次无功而返了因为他爸爸讲客套叫敬谢不敏了讲不客气就是说就是只差没有用扫把把我扫出去而已了好，那总而言之就是说，那一次不是诚如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所期待，牧师好像去就能够就有所成这样子但是呢，那一次这位姐妹我要离开她家的时候呢，她跟我讲一件事情。她说：“牧师，前一天我做梦，梦到我们家。”第3仙头 lucky， 听得懂吗？我说姐妹，你这个事情暂时不要讲，你要对有信心的人讲，你对没有信心的人讲，可能得到的是反效果。尤其你不能跟你爸爸说，你做了这样一个梦。我说你放在心中，如果有一天成就，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就放在心中啦。那2个礼拜前，这位姐妹跟她妈妈跟刚刚讲的带信主的那个姐妹3个人到我面前说：“牧师，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老公愿意让我们处理家中的那3个第3仙了我说：“休蛋姐嘞我没有听到你先生亲口讲，我必须要 check 再 check， 要不然有些人会出尔反尔我说这个事情还是慎重一点，我就。”请他们分别，还有一家人一起。倘若很确定，那我接着呢要来帮他处理他们家中的偶像。当我这2个礼拜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上个礼拜已经报名要受浸。我在想，除偶像，当然这个非常好我也没有主动要求他做这个事情可能我们讲的那位传福音给他们的那个姐妹的姐妹可能有跟他讲到这个事情。然后她这个我们去年受洗的姐妹，她竟然梦了那个梦，她非常的欢喜跟我讲这个事情那好说好，那既然要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就好好的来处理可是我就思想到约书亚他在晚年的时候约书亚记到了23章、24章的时候，特别是23章，他召集了一些的以色列百姓呢因为圣经那边记载说约书亚年纪老迈了。他把一些以色列百姓呢带到请他们到他面前来，告诉他们神的应许，
如今他们已经都分地为业了。当然有些还没有征战，可是神应许要他们得着这一块神所应许之地。约书亚就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迦南地也是充满偶像崇拜的一个地图。他嘱咐他们说，不可有别的偶像。在十诫里面有这么一条诫命。那么约书亚也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因为约书亚年纪老迈，他也知道他可能时日无多，所以提醒这些人，你们要好好的来专心的能够来信靠神。最后他讲说，我现在也要走世人必走的道路了。可能身体哪天感觉怎么样，或知道他大概知道日子不多了。我想在这个时刻里面，我想他很语重心长，再一次提醒以色列百姓说，不可以离开上帝。然后他就正式的召集这些以色列领袖呢，到了示剑。在示剑那个地方，他重述这位爱他们的神如何的将他们的民族从埃及的被奴之地拯救出来，来到了这个应许之地。把这个救恩的历史重新述说一遍之后呢，到了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14节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有时候我们信主很多人说信主平安喜乐，信主祷告工作有工作，祷告停车位有停车位，祷告不生病马上病好。如果有一天你的祷告不这样成就的时候，你还继续信下去吗？你能够信下去吗？好，那今天信主，我们当然说信主接受听闻福音，接受福音，相信福音然后就信耶稣。可是约书亚在这边提醒以色列百姓要去侍奉神。我想到彼得，耶稣的门徒彼得，他的岳母有一次他害热病，应该在马可福音吧。耶稣到他家就医治了这个彼得的岳母。彼得的岳母呢，病好了之后，马上起来就服侍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信主只是盼望从神那边得到神你想盼望得到的很多的爱和恩典点吗？如果神的话有所教导，有所吩咐，你怎么去回应呢？然后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14节这里，约书亚他刚刚提到23章开始提到24章，他教诲以色列百姓要除去偶像，特别他们已经在迦南地生活了，可能你不知不觉就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些人的影响。他鼓励这以色列百姓要来专心的侍奉神。他说现在就是相对于过去是如何，那以后会如何？那你现在此时此刻，约书亚叫他们要敬畏神，然后要怎么敬畏神，怎么来信主，怎么来跟随主，怎么来侍奉主，要诚心实意的侍奉主。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然后去侍奉耶和华。所以刚才说除偶像那是外在的形式，如果你除掉了，你的心里面如果还有偶像，那问题是心里面怎么会有偶像？什么是偶像？我今天不特别讲你心里面什么偶像，那我想用简单的说，如果那个东西、那个人事物大过我们的主，你的所爱大过我们的主，那就是你的偶像了。那举凡万物好，那约书亚在这里提醒他们说现在，所以我就思想这个家庭他们要除偶像，
重要的不是说外在的偶像怎么处理，急或没有处理有没有关系？我比较 care 的、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家庭、这个信主的姐妹，或是即将要信主这个妈妈，或是将来她的爸爸，他们真的明白福音吗？他们真的领受福音吗？他们真的愿意来一生爱主、跟随主、侍奉主吗？我想这才是重点。好，接着约书亚15节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在这边接着要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每一个人表明，你们自己选择。那不管如何，约书亚他自己表明他自己的心志。他说：若是就是一个选择。神造了我们人，给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只不过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里面没有办法顺从神的话，所以罪就入了世界。好，那这边约书亚也给他们自由意志。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那你们可以回埃及去啊。曾经他们在这个旷野漂流当中，好几次都很想回埃及去啊。他们现在在迦南，日子怎么样？好，真正还有敌人存在啊。好，不管如何，约书亚告诉他们说：好，若是，接着呢，你们就可以选择你们到底要选择什么。但是不管如何，选择权约书亚交给百姓，可是他自己表明他的心志，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什么？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不管今天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怎么样，但是我们自己这个人，不要我们福音给了别人，我们自己失落了福音。我们是否仍然拥有我们的福音，拥有我们的主，得着我们的美好的恩典，与人分享这恩惠的福音呢？好，接着在16到18节这里呢，百姓怎么回应约书亚这样的一个年纪已经到了晚年了那这个老人家人之将终了不要说亡了其言也善了我想他的这样的一个吩咐教诲呢，我想也是出于他的一片这个真的是他的一个为父为母牧者的这个心肠。百姓怎么回答呢？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在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好，所以最后百姓他们记得上主的恩惠。因为才不久之前，我刚刚说23章，约书亚重新的告诉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出埃及的那一群人第一代已经通通都已经曝尸在这个旷野了，只有约书亚有信心跟迦勒过约旦河，所以这一群人实际是第二代。所以他们重新听到老人家跟他们讲述救恩历史，我们为什么现在会在这个地方呢？他们真的是感怀了神的这个美好的救恩，他们记得上主的恩惠，他们的回应是他们要来侍奉神。他们说我们断不敢，因为约书亚给他们说你们自己选择，若是怎样怎样。可是他们回应是非常的这个断然就好像罗马书保罗说断乎不可，绝对绝对。好，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那为什么？17节因为他前面讲到原因了因为他们明白了过去神是如何的来拯救他们他们如今才能够有这样的恩典。然后最后呢在说明之后呢，所以呢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必侍奉耶和华。然后最后再加上因为他是
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进入祷告之前，我想透过这一段经文，不只是刚刚讲说，刚信主的那位姐妹，或是即将她要信主的她的妈妈，哦，他们这个家庭，让我们今天晚上透过约书亚在晚年的时候，对以色列百姓的这样一个勉励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我们是否像这些百姓一样，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来回应约书亚这位领袖，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在祷告为教会很多圣工祷告的时候，为许多的弟兄姐妹这些肢体这个各种不同需要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祷告会就是一个更新的时刻。刚刚提到说，偶像是什么？说不定你家仍然有外在的偶像。当然，我今天要特别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面对的，不管你今天信主已经几年了，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位主在你生命里的地位到底如何？我们也许常常读圣经，常常唱一些诗歌，我们会像保罗一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嘛。有时候我们讲的好像顺口溜，很容易讲出来，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要进入祷告的时候，我们好好来想这个问题，在你的生命里还有什么偶像存在，占据了你与神的那样一个关系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一起来读来。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你愿意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讲说：我必定侍奉耶和华。让我们一起来侍奉耶和华。好，要祷告，这个几个 keyword 稍微大家有一点印象，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它是独一真神。我们来唱，你们要，你对别人唱，第二次唱我们要，我们一起唱，也邀请弟兄姐妹一起，不只是在唱，也能够透过这首诗歌，成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个祷告，向神的回应，因着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一个回应。为了表达我们对神的崇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从前所侍奉别的神除掉，单单要侍奉耶和华。
借着刚才的这首诗歌，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晚上将我们的心来归主，也让我们的眼目也能够愿意喜悦来走主的道路，让神的话天天充满我们，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智慧，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这个人不再是我，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渐渐的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别人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看见耶稣基督。如果你愿意，今天我们站立在主的面前，来表明，来感谢神在我们这个罪人当中所施行的奇妙救恩。我们要拿什么来报答他的宝贵的救恩？诗人告诉我们说，他要举起救恩的杯来传扬见证神荣耀的圣尊名。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众弟兄姐妹渴慕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让我们可以借由祷告，借由敬拜，借由我们的起心动意，让我们的心怀意念得蒙你所喜悦。主啊，愿我们的意念真的是在你的掌权当中，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让我们的道路也在你的掌管当中，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让我们可以成为属主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是被你所拣选的族类让我们能够来真的得着主的恩惠，能够出黑暗入光明。如今我们要来宣扬主你那奇妙者的美德，让别人也能够来得听这美好的救恩，能够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让我们活着就是见证，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生活动作存留，我们知道都在乎，让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一切都为主而活，为主而做。让我们这个人得蒙你所喜悦，愿主的爱不断的来充满我们，吸引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条美好的信仰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是条窄路，但是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主啊，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一生就是坚定的能够紧紧的跟随你，甚至我们要快跑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今天晚上每位弟兄姐妹都被你得着，每位弟兄姐妹都被你更新，让我们的灵不断的被你提升。主啊，你是那磐石，让我们站在这个磐石上。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有属天的眼光，看得更广，看得更远，看见主你的荣耀，你的荣耀充满在这地，也充满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生命当中。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天天领受你的大爱，天天领受的荣光，如同摩西当年在西乃山上充满荣光下山，以至于他甚至还要遮上帕子。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弟兄姐妹，我们渴慕天天的来亲近你。你应许我们说，亲近你，你就要亲近我们。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生活、工作，一切都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工作，能够来见证荣耀的你。我们来向你献上仰望、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好，那下面我们就要一起来祷告之前再 review 一下刚刚的这段经文，约书亚教诲以色列百姓要除去偶像，要来侍奉主。我们自己也盼望能够跟约书亚表明我们的心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刚刚讲的那位姐妹就是这样子，她不止她自己信主就好了，她还盼望爸爸妈妈也要来信主。那位姐妹为什么她会信主？我刚才讲说，是因为我们的一位姐妹她去百货公司消费，不只是消费，享受你的消费，带着福音的使命去到百货公司消费，得着了灵魂。好，让我们能够记得上帝的恩惠，让我们一起来侍奉。如何侍奉？来参加崇拜就是一个侍奉，参加祷告也是一个侍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正在侍奉主，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侍奉当中，我们能够来带来教会的属灵的影响力，让弟兄姐妹以后才来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好可惜啊！为什么以前都不知道来参加祷告会？让祷告会成为宝藏，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可以来挖掘，带着宝藏。等一下
欢喜快乐的回家去。哈，好，我们要来祷告了哈。我刚刚。